今天来到了山水甲天下的桂林，非常的漂亮。收下这辆24款的奔驰 E300的豪华版，此情此景啊，美景好车，我想这是很多人的追求。这辆最新款的奔驰 E300的豪华版，3个月的车子才走了1万公里啊，刚刚做完保养，客户就把车交给我们了，连这把伞都是客户的啊，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客户的气质还是不错的啊。车内的话是棕色的内饰，就只走了1万公里，有副驾驶屏幕，还有柏林之声的音响，还有通风座椅。在这么好的风景下介绍车，我觉得都是一种罪过啊。这里是桂林的新富人区啊，漓江郡府，对面就是伏波山，风景非常的漂亮。有这样的豪宅，有这样的好车，还有这样的美景，此生不枉来一场。願晚風將我吹進你心內，晚燈影花正開，月影剖析我心，當時難自禁，地暗天昏已化無點。